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6月14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，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到第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耶稣基督甲这个道义的道马讲，迄个无看见神的人有福气。咱换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讲无看见就接受的人，就是真正的信心啦吼。这也就是希伯来书11章所咧强调的信心。第一节讲，信就是所仰望的事的实底，未看见的代志的确证。这款的信心的考验，伫还未做王进前的所心上嘛是同款。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提到，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伫扫罗的头壳，甲伊斟讲：上主用油甲你抹，设立你做主伊子民的统治者。今仔日你离开我了后，去便雅悯地区的城杀，我近利结会望的时，会拄着两个人，因会甲你讲，你伫找的利亚已经找着。即阵你的老爸无伫烦恼你啊，是伫赶路你。伊伫问我的囝拢无消息，要安怎？你继续对遐去，到伫他壁的树遐，会拄着3个人，因要去逼着你献祭给上帝。一个带3只羊仔囝，一个带3个饼，一个带一个培龙的酒。因会甲你请安，互你2个饼，你着接受。后来，你着去上帝的山基比亚，伫遐非利士人伫防守。你入城的时阵，会拄着一个先知对山头弹落来，有人弹琴弹瑟，有人拍鼓，有人分品啊，因拢入神讲话。上主的神会大大充满你。你会变成做新的人，亲像因相款入神讲话。这代志发生的时，你就照所受到的感动去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你落去去甲，我嘛会去遐来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你听候7日，当我到你遐，只是你着做的代志。撒母耳记着扫罗了后，交代伊一大堆的代志。对伫扫罗王来讲，这是一个信心的挑战，因为对伫撒母耳的信心呢，有信心伊才会去遵守啦吼。虽然规本的圣经其实拢咧强调信心，但是会通讲是上明白咧谈论信心的，更较精全来讲到信心的经文，就是伫希伯来书。今仔日新约的经文，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到第7节，提到着亚伯拉罕，提到着以诺，提到着拿阿的信心。经文来讲，对信亚伯比该恩献较好的祭物给上帝。对这个神，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，接纳伊的祭物。虽然亚伯已经死，通过这个神，伊还伫讲话，对神伊若无经验死，受牵线去到伫上帝遐，人无阁看到伊，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。伊若受牵线以前，已经互上帝认定。接纳无信的就袂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
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佮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保守。对信，若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见上帝的警告，存敬畏的心，做一只大船来救伊的全家。对这个信，伊定着世间人的罪，佮根据这个信，伊成做义的人的继承人。以伯来书提到着，虽然拢看袂到的人生头前的道路，以及境况，但是因却是凭着信心来跟对上帝。以伯来书甚至来称赞亚伯拉罕，讲伊是信心的老爸。当上帝呼召伊的时阵，伊拢毋知影要去倒位，伊就愿意来跟对上帝的旨意甲命令，谦卑来跟对上帝指示的道路。诗篇20篇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来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来帮助你，对锡安来扶持你，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做，接纳你的烧化祭，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福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我要因为你来得胜唱歌，我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，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溃烂，予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要看靠上主阮上帝的名。因会太师倒落去，阮会太赢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的是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呼召阮，诚做领受恩典的人，诚做军队的人。求主帮助阮有更较坚定的信心，愿意谦卑军队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生命求，阿们。